2023模仿郑成功登陆，将伫咧4月30号登场。为宣传这场活动，安南区的新任区长魏文贵特别装扮成为郑成功，甲海军陆战队分家人联名，以及陆军官校专科班校友会共同来宣传这项活动。登陆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如果社区连续第13年办理登陆的体验活动今年较特殊的是咱开机嘛首次降职。希望会当坐船那这是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呢，我们也首次增加兵器的体验所以我想伫遮拢欢迎咱所有好朋友。历年来，感谢我们海军陆战队家长联盟的弟兄。那今年增加了陆军官校专科班常备士官班的校友会也来支持我们。那另外还有一个台江长民生活关怀协会都列入我们的协办单位，当然还有很多的公部门，包括观光局、文化局、台江国家公园。乌水高团旗之阵亡赴台前导戏，去年伫台南拍摄时，受到罗里社区理事长蔡登进以及海军陆战队分家人联名合作拍摄，才互该戏剧郑成功登陆经典画面会当顺利完成。因此，制作人刘佩玲特别来到台南举办这场小小试映会，和参与演出的陆战队兄弟先睹为快。很感谢去年呢，蔡登进理事长呢为我们号召真的海军陆战队来演我们郑成功这个海军的将军跟他的士兵这些将领模仿郑成功登陆这个精彩的片段。那海军演海军就更符合史实写实的这一块。那我们也是很支持这个历史溯源，就是郑成功他象征着台湾的一个宗教的起源。今年活动原本有期开放300个名额，但现在报名已经超过340位，因为报名热烈，主办单位安南区公所甲罗里社区决定再加码40个名额，想要参加的民众卡手就要紧。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